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客家产法，相信几多观众朋友可能冇听过。其实客家产法係一個貴重的一個技術，但是呢個技術聽到我哋時間嘅流逝，已經慢慢的唔啲嘅。嗰當然都唔啲講，有聽過好多產法，但是冇想到客家咪有產法。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伊係一個現實的一個藝術家，但是伊花10年的時間把我哋嘅客家產法重新一啲演出來，同時嘛出了一本書。我哋今日有請到我哋嘅現實的藝術家，我哋史以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係樣嘅接觸到我哋嘅客家產法，同時我哋客家產法有乜嘅特色，我哋馬上翻今日來賓，我哋以前來到現場，以前好。主持人好，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嘅史以前。其實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我哋算是很有史先生哦，因為阿明古中嘛，我讀到史先生，係一位史先生出的一本書吼，西摩嘅自講西歸。其實客家產法對阿明古來講唔算是第一擺看到，但是第一擺看到係有人可以把我哋客家產法，尤其係北部嘅客家產法，說明得按清楚。嗰時今日節目地位我哋唔單止有請到我哋史先生，同我哋講，哎呀10年來，伊都在做某個研究，但是我哋攰到其實喺10年以前，我哋嘅史先生其實係攞開始對我哋嘅現實藝術或者現實藝術開始有興趣咯。應該來講吼，我嘅阿爸本身佢有一段時間都做玉石的買賣，好，那因為我結婚後就想，要做得學阿爸安尼，去做安尼嘅生意，故所我就同阿爸向下去學習用嘅買貨。散貨，然後怎麼去進貨啊？不過條擺都做按呢個生意，大部分都會用口耳相傳或是經驗的一個分享的方式去做品質的一個評斷。那所以我就想說，那我應該要建立自己的專業度，所以我去學了珠寶鑑定。那在學習的過程裡面，沒有機會去接觸到一間都台灣董有名嘅珠寶公司哈，它本身是以做那個珍珠還有珊瑚為主要的設計跟那個販售的珠寶公司。那剛好他們有一個計劃，想要在全省推公益教室。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向，故所我就去參加安尼嘅課程，那學習了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珍珠還有半寶石的一個編織製作的一個技法，就安尼開始我嘅自己喜歡做給自己的飾品開始啊，因為身邊的這些女性朋友看到了以後，也覺得很特別，又同市面上嘅飾品冇相用，好，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那我帶出去不會跟人家撞款，那他們就會很喜歡跟我做訂購。那久而久之，伊都會看我在做嘅咩動神器啊，就會想說，以前做得教我們嗎？哈。然後就開始找我，他們就一撒揪着一個這樣子，就是成團，然後會開班，希望我去幫他們授課，教他們怎麼製作自己專屬的首飾。那隨着這樣口耳相傳之下，慢慢的也有出版社找我出書，那還有就是也有一些機關團體也會開始來找我接洽，就從這樣子開始我的現實藝術的創作還有教學的這個。當初我想到講要用線來去表達你的作品。當初其實我一開始也有想
去学传统精工，但是30几年前，传统精工并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你想学都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学习啊。再加上我的孩子小啊，我有一个坏习惯，就爱做事情哦，就会很投入，然后会忘记了旁边还有一个小孩。那我很害怕，就是自己会忽略了它造成的一些危险，所以我就想，那既然我那时候在学，刚刚在讲珠宝鉴定的过程里面，也有去学了这个半宝石的编辑的方式，我就想说，那既然我可以去购买到这些半宝石的材料，那把它利用金线跟银线，它很干净也很安静。那最主要是不会造成孩子的影响，我可以沉醉在我自己想要发展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古时候我就按呢开始，对。可是比起一般的，譬如讲人学所谓珠宝设计人来讲法，其实你也要带的，你背景其实比人高好，因为你这个爸爸。已经做我的算是我的宝石，算是我的珠宝买卖嘛。可等于讲，你这个专业的知识，好半宝石啦、宝石的种类啦，嗰度已经比嗰等于就高好。可是从以前的知识同加上新的技术，从你的作品里边，有没有展现出这样子2个完全不同的专业，但是合在一起的那种特殊性？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用这样很简单的工具和材料，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半宝石、珍珠这些材质，因为我觉得它们最质朴，也最能够表现佩戴者的一个应该说是灵动吧，对，所以我一直会琢磨在这个地方，再加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用这样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去展现每一个宝石它独特的灵魂，那不用过多的一个技法，就可以去做展现。因为现场有你这个带来的作品嘛，哈，你可以同咱观众朋友稍介一下讲，哎呀，那时期的作品，同时以代表的内容係乜嘢？好。可以看到前面的几件作品，其实就是我比较早期的线编的部分。那我们就是用金属线，然后去以手工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工具，或者是用编织，或者是像最前面的那个金色的部分，是我用钩针，好，从 and 都插碰线用的，碰线上嘅缝线哈。然后去展现金属的一个不一样的表达，那搭配了一些知名的水晶元素，然后展现它很华丽，然后也有一点轻珠宝的感觉。那上面的这一款比较就是搭配了我们的菊石，然后展现一个生命树的一个生命的感觉，那去呈现的这一件作品，虽然。它不像传统精工是有一种包容跟它的特质的表现，但是在金属线边上来讲的话，一样用很简单的工具，它是可以展现出不一样的一种特质的。冇错，而家你看方来吼，等于如果虽然我係一個硬嘅線，但是其實你用嗰種一種書法表現到嗰種一個個軟嘅一個東西，吼，以傳統講嘅。我哋講插碰線一樣啊，等於講，因為插碰線一件事情，佢哋形容你咪講，哎呀，係一啲軟軟嘅東西，但是其實面向落，而係啲會硬嘅一條線。從一種對藝術的一種看法同嗰種技術，係你這個以前都開始有培養出來嚇。其實我做金屬線邊算是自學，好，那就是自己愛天馬行空啊。想要说反正就是把金属换成是像线一样，那它有各种的可能性，对，那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那后来做教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把这些在自己创作的过程里面遇到的一些挫折啦、困难，那转换成我教学的养分，对。但是教學一件事情哦，等於講，你這個有幾多想法，但是唔能用譬如講嗰簡單的方法，或者嗰清楚的方法去教本人學生嘅，其實係兩回事。咁唔用去把嗰複雜嘅東西變得嗰簡單咯。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没学过艺术啊，也不是学设计的，所以当初在自己摸索的这个过程，其实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跟挫折，可是我都会想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突破它，然后展现出我想要表达的。那也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摸索，还有在挫折里面，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故说我都搞学生的时间，我会用这些经验，还有真的是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摸索出来的方式，怎么解决的方法，去分享给学生，让他们可以用更容易的方式去学习到这个金属线编的一个世界。等于如果嗰种很爱上爱去接触到我哋嘅技术嘅一种线编的一个工作嘅话，我可以唔係科班出身，你从欣赏通用，好，但是我可以停顿欣赏，教我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接触到一新的一个世界。冇错，係。咁等於如果唔即係用學生嘅角度帶領佢哋重新去認識一新的一個技術。对，一定要的，因为当你站在学生的立场，你才能够理解到他到底要什么。对。可是这个去名出来伊的县市艺术家，或者呢而且來當我哋現場同人分享講，伊當初很讓人慢慢的去接觸到有新的技術，但是有新的技術喺海頭嘅某地步，伊會同講，伊很讓人開始去發現我哋呢客家嘅產法。休息一下喎，我哋馬上過來。欢迎过来，福起来！今日节目我哋來自高雄嘅現實藝術家是以恰來到我哋現場，同人分享講，伊當初做乜會接觸到我哋嘅現實藝術。我想請問一下以恰嗬，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客家產法，但是喺講客家產法以前，係咪同人觀眾朋友紹介講，你當初你可接觸到產法也為一啲藝術咯？我細年嘅時節有看過阿婆跳拿風帶嘅風法，不過嘅我懂細嘅時節吼，我唔知伊很多乜解。後來我才知道哦，伊很多我們後路人很多春拿灰，好在逢喜事的時候會佩戴的。那我就想到了，我的金屬線是西方的東西。那這個紅花的文化在台灣算是一個東方的文化，那麼一中一西，還有一剛一柔的這兩個都是線材的東西，如果把它碰撞起來，是不是會有一個很神奇嘅火花呢？好，故說我就想，我來學這個東西，去結合我的金屬線，來豐富它的色彩。我很幸運的去找到了我們人間國寶惠美欣賞，承蒙他的啟蒙，讓我去學習到就是春拿灰這一個工藝。那我就想，好咯有春拿灰，我迄到苗栗，苗栗省我天意雜嘅故鄉，我就想客家呢，客家會。有可能有產法嘛？嘿，我就按嚟想，故說我學完這個課程之後，我就回到苗栗了。以後我就開始想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詢問，還有去了解是不是客家也有這樣的東西呢？對。佢幾時前即係上過個，好多有啊，你一定好多春的法嘛，但是客家有客家產法嘛。佢幾時前，即係雖然講係對我哋南埔加起苗栗的嘛，其實即係睇苗栗的範圍地區有看過客家產法冇？咁你翻來，我認為佢是潛入嘅客家產法一部分咯。其實我很土法煉鋼就是有到迄種點嘅安尼，看到人就問，不過大部分嘅回答就係嘅乜解，我唔是聽過，冇聽講
爱含滴有按哪个东西，就这样子一直的询问了很多年，然后后来其实我们也曾经就想说，好，那既然问人问不到，那我直接到因为庙里还有动到嘅佛凤，还有三合院，所以我们就想说，传统的供花这些东西都是摆放在这个宗祠里面的祠堂，所以我们如果直接到那个场域去，会不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问得到？因为也许我口述去传达，不见得会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直接实地的，只要看到有老屋、有三合院，我就冲着进去这样子去问人家，但是还是没有问到这个答案。那其实你怎么没有死心呢？你想过可能都没有啊。其实有啦，有一段时间有死心，古时候我就问到，那就随缘吧。那我没关系，问不到人，那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些讯息，还有就是闽南的纯阿灰，去跟我的金属线编去做结合，然后去发展出一个现实艺术。那也用这个东西来分享，或许会有机会问到。对，我是这样的想法。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可是就不用发现到讲，其实我的那客家产法应该把有人有书从。其实我放了很多的讯息出去，就是只要有朋友或是有遇到的人，我都有说，如果你们有遇到的话，拜托请告诉我。那在因为我在苗栗工艺园区驻馆，那其实会有一些游客来。有一次就是也有游客听到我在介绍残花的故事，他突然说了一句：“乃家婆头拜，因为14年张家入去夫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好奇，然后哇，真的有听到了传说了，不是假的了就是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非常的开心，但是因为那时候游客很多，一转身他不见了，对，那线索又断了。那我中间我也透过很多关系不断的在找这一个人，看有没有机会。那就是中间这段时间其实很多的讯息，但是都发现其实是错误的。那后来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跟我说：“以前我当初有都那只阿伯屋下看过，佢嘅神明堂上有看到当初供花香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在摆在厅堂上面。他说你要不要我给你电话，你去给他问看看呢，吃看呢安呢？我就想好啊，那姑且一试。对啊，因为老人家，我就打电话过去，老人家他只会讲客家话，我的客家话又因为我没客家人，我整个无嘛会讲，就用很简单我只会的那个问候语跟他表明来意，但是阿爸以为我是诈骗集团。我想也是，那想到以为你在骗人。对，那我就很不死心，没关系，一次不行，我就连打了好几次，就想到隔一段时间，我就跟他问候一下，那也再一次表明我在哪里工作，我来自哪里，我想要做这个残花的研究，是不是有这个机会？那也许阿爸被我的诚意感动了就跟我说，那不然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回来？那不然你跟他讲好了，那你再看，你有啥人愿不愿意让你来这样子？那就终于跟他的儿子联络到，那他们也很愿意沟通了之后，就愿意让我去做一个访谈这样子。咁有因為講我遇到一啲人溝通，我講一啲人問事情嘅時間，係好合法冇？
当初我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问了很多客家朋友。那其实我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问号，就是说，既然苗栗是客家大县，为什么都没有人听过蝉花这个东西？总不会它只是一个乡野传说，好，所以我也有思考说，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方法不对，所以我才会兴起了，是不是回到学校去读书，然后就是学习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方法，还有去学习客家话。对。可是你一步一步可是学客话。可是你这个听美丽的吧，应该附近全部讲客话，学客话环境应该几好吧？对，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大家就伫外面行业，姑嫂就会对我很贴心呐，都跟我用国语讲话，或者是跟我讲闽南语，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去学习到。对，再加上学生来自各地，好，那我也到全省各地去教学。其实，讲客家语非冇安多，嘿，对。海白语的牌，请跟我讲客语。好，同爱讲客话。对，你都想头中讲的，其实他个你如果想讲，按可能他唔是客话，可是我用方言这么讲哦。但是因其学表你这个模拟的学客话的基地，但是鬼东爱的那一个客家产品部分，迄轮去学到地方。学习的嗰有内统的学习地方，看你这个有对于我的学习算是学术里面有没有发现到一些客家研究的一个踪迹啊？其实我会想要去做这个研究，也有一个契机就是在当初一开始我想要去推客家蝉花的这个历程里面，我曾经有去写了一个政府的计划。那评委在现场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那该客家蝉花，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被这样子质疑的当下，其实我心里就跟我自己讲：我听错。我来研究它，然后去证明真的有这个东西。好，所以我就在心里面默认这一个目标，然后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它研究出来，去证明我不是造神。对。可是马鞍的客家产吧，看到人家观众朋友有上到过冇？唔凡是有看过冇？海台节目。以前罗同讲，马鞍的客家产法，同时以熟悉的客家产法底部有乜个特色？听下下台节目罗同讲，休息下喎，我哋马上过来。翻过来，福起来嘅，上一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现实艺术家，我哋嘅史仪彻来到我现场，我哋分享讲当初以做乜我开始研究我哋嘅客家产法。我想唔同我讲嘅呀，佢评审讲嘅呀，真正有客家产法哈。其实阿明我嘛喺延毕呀经验啊，有访问过几个先生，等他发现讲，真是有客家产法。咁喺尾场我哋仪彻同我哋呢观众朋友说明下。你这个迄个研究就讲，我哋呢客家产法同好多人的纯的法有乜个基本上面的差别啊？像我书风嘅，是我从那个嫁妆店去买到的。那这个是我们后肉跟纯阿灰。好，那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在这上面看到，它是以正红色为主。那我们后肉花很多，正红就是正色，代表这个插这个花的是明媒正娶来的正室。好，那在上面这有金色的点点，是我们利用了锡箔纸，去做一个夹缠的一个动作，把它缠入的。那装饰着这一个纯阿灰有不一样的色彩，穿金戴银，好，然后还有这个大红的一个喜气的代表，是纯阿灰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的特色。那么
不同的花戴在不同身份的人，在喜事上去让宾客辨别佩戴者的身份。那么我们客家缠花呢，主要是在我们北部行州、苗栗还有中立这3个北部客家地区，早期其实是在比较大的家族的女孩子才需要去制作的嫁妆。那么在画面上我们会看到，就是我带来了一组我复刻的贡花，在冰岛给神明厅上面那个神座烘给祭拜神明的一个清贡品。还有呢，就是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看花片，好，它是放在那个玻璃冰碗上面，也是跟贡花一样是祭拜神明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都是女孩子她亲手制作的。她家给嫁婆妹用安来宽心求，好来看这个媳妇她合不合格的一个方式。除了摆件之外，还有就是新娘的发簪，在结婚当天，新娘子要打扮自己。好，所以在我们的受访者里面，有一位大姐她说的，她的婆婆因为这个做了4年才进到婆家大门。对，可以看得出来，她是非常的耗心力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除了色彩的差异性以外，纯阿灰就是正红跟带金。那么我们的客家缠花呢，它的用色是很丰富的。大致上来说，除了客家的桃红，还有黄、绿、蓝、紫这几个颜色都非常的鲜艳，也很缤纷。那么它的带金的部分呢，它是利用银色的锡箔纸，这一点跟闽南的纯阿灰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点的。对。我哋客家人做嘅衫褲其實我講啊，幾單純，唔係紅色、藍色，冇其他唔前加一啲花邊，但是冇想到我哋做出來嘅客家產法嘅色身，其實是非常多樣的。其實冇想講我哋客家什麼嘢做衫褲亂嘅呀，婦人家嘛係什麼嘢不做啱嘅，但是一旦做出來手工業用嘅花色，其實係算是幾發挑嘅一種色身，怎麼會有咁嘅差別呢？其實我一開始接觸到客家纏法嘅時間，每種經驗嘅色彩啊，還有它的花樣，真的是非常的繽紛。而且，當你自己本身是會製作纏花的話，你就會知道它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耗時耗力的。我自己這樣子去重新的去復刻這些作品。那中間那一件那個就是只是一朵，我就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從它的那個紙片怎麼去臨摹，然後我是1比1的這樣子去把它臨摹下來。那它很特別的就是它每一片的花那個紙板是鑲嵌到很密合的，你要怎麼讓它剪到能夠鑲嵌到那麼密合，然後它上面的帶金非常的精緻，可以很仔細的在我們的熒幕裡面去看到，它真的要花很多的時間，然後再加上它貼那個綾布去襯托它的色彩，整個的豐富度，然後再搭配上義美材，會看到每一個新娘子巧手繪心，在為着自己的未來去裝點、去豐富那種待嫁女兒心的心情。因為呢，想講好彩係人哋安尼專家，因為這個本身都有安尼顯示工藝嘅一個基礎，同時嘛係一個幾多媒材嘅一個算是專家。可是我可以看到一個藝術品以後，如果發現到講人哋也講有按腰。也不其實有按過，因為別人來看到話，你講啊，你剪出來呀，但是你真是有做過人，那地講，那替的你先剪那個紙片，同樣個先一層的按美，那件事情冇簡單。真嘅，古時候條白嘅
客家的婆婆啊，会用按呢来宽心 Q。其实是在女孩子她在适婚年龄的时候，我们有访问到受访者，他们有几种学习的方式，一种是请师傅来家里教，另外一种是女孩子们在适婚年龄的时候就会集结起来，那家族里面曾经学习过的女性长辈会来做一个传承的动作。那么这些女孩子在做的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有人想来共情，就会来偷看一下这个女孩子给整条鲜米做动用好，那我带了这个老件的看花片。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客家的刺绣是非常的美的，虽然这一个作品它的时间没有很久，大概我们在推敲它应该是比较接近日治时期了，虽然它还有盘金跟这上面的这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都一样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刺绣。客家的刺绣真的是很美哦，媲美苏杭。而且同时讲，伊能做出来讲，所以我哋咧我哋先民做出来，我哋客家产法来讲话，伊唔单止讲用我哋结婚之间看，还可以做变咧伊啲工法，真是quite好嘅东西，quite强嘅艺术品。咱有资格表我睇我哋嘅神明堂上面做一啲工法来讲话，其实都真係，我認為講，也為藝術品來講，唔單止代表可能係托人來尋求，也順意而好，同時嘛係希望講用係最好嘅東西去呈現俾我哋嘅神明。像也擺出嘅書，算是我哋嘅細妹嘅指甲絲龜，當初我想我出一本書咯。一開始當然就愛前面講嘅評委的那句話，會不會沒想講愛到教學的過程裡面，其實我接觸到有的學生誒，也係同好，他們可能在手上製作的是客家殘花的這種擬真花，但是嘴巴上卻跟大家說給佢係純阿灰。那我覺得說，其實學工藝不只是在技術的一個追求，追本溯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為一個非常具有文化的一個精神的一個工藝，我們除了要去發揚它的技術以外，它的背後的這些文化底蘊，我們也是要不能忘記的。當你追本溯源的，讓大家清楚他們閩客之間不同的特質，還有不同的文化層面，它才能夠就是有一個讓學生有一個黏着度，那也才可以去真正的去傳承這樣的一個工藝。等於如果其實那本學生嘅地講，唔只教學生唔係一啲技術，唔單止係一啲技術，同時某一地講也技術唔係來自我哋好老嘅傳法，好亦係來自我哋咧客家先民幾多嘅婦人家來講，而即個流傳下來嘅技術幾好，同時嘛幾有藝術性嘅一種客家嘅產法。從一個客家產法地方，我嘛看到講其實講有因為唔知個係聽到我哋以前嘅老鏡去重新做嘅，佢想嘛用我哋唔知個新嘅作品，係，佢將有新嘅作品嚟用嘅一種心情去做有新嘅作品咯。其實我講第一拜去見到我的第一個受訪者那個阿伯的時候，他跟我分享了藝術自登也木下嘅神作上輩嘅講花香佢講喺東昌記嘅阿婆也係阿太。唔記得嘞那時候我去拜訪他的時候，105年的時候，這個阿公這個阿伯他其實已經85歲了，所以他家的那一組供花香其實已經100多年一定有了。那他跟我講說，佢當時嘅時節，阿婆同佢講嘅一則故事佢講要做一隻梅花，用梅嘅梅。半夜12點要放起來，4點鐘關燈收，
因为12點嘅時節，梅花會開到清靜嘅時節啦，吼，起來風起來，6點鐘、7點鐘，過體12點，梅花就會合松誒。当他这样子在讲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我对客家话没有那么的熟悉，可是听到他说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让我真的非常感动哦。我们现在手机一滑，电脑一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很多 Google 的花的千姿百态，但是以前的女孩子哪有那么容易？要做一朵花是多么的困难的。好，所以我临摹了当时的这些女孩子们，她们用尽了很多她自己的想象跟心情去做的一个精神和心情，去复制她们的东西，然后也去发展出新的。好，其实这2件作品的话，是我参考了一些老件，然后再配合现代的新的丝线，去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在前面的这些呢，也是我就是这几年在找不到就是受访者或者是找不到资料的时候，我就用自己的方法跟自己的想象去结合出来的一些新作品。那也利用他们去做文创认证啊，或者是我们文化部的一些就是绿工艺或者是良品美器的这些认证，这样子去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些发展的方法，去让更多人认识蚕花这个工艺。观众朋友看下今日节目，我们发现到讲，伊哋唔係客人呢，而且伊用到10多年的時間，伊慢慢的去發現到我哋客家產花背後嘅故事，同時伊嘛用一本書把以前的故事還有也技術留下來。觀眾朋友，這個晚上有看到睇我哋呢阿公婆嘅天堂地方，有看到我哋客家產花冇？可能有嘅話，將一把保留下來，因為可能係我哋客家地方最重要。同時，馬會熟悉係一個最重要的技術。其實感謝我哋以前來到現場分享安精彩的故事。感謝主持人，還有感謝觀眾朋友。如果對客家產花西摩的制講西龜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在網絡上搜尋，就可以搜尋得到我咯。休息下我哋聽下嚟欣賞來，歡迎通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